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。28节有一个经学教师来，听到耶稣甲撒都该派的人在辩论，看耶稣引了真对，就问伊所有的诫命中，倒一条第一重要？耶稣应讲，第一是以色列啊，恁着听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。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、专力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是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，无别个诫命比遮个搁较重要。迄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你所讲的真对。你讲上帝只有一位。”伊以外无别个，佮讲着用专心、专志、专力听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听家己，是比献隆重的烧化祭佮祭米佮较要紧。耶稣看到伊应了真有智慧，就甲伊讲：“你离上帝国无远。”迄时以后，无人敢阁问耶稣甚物问题。